今天我们这个国宾大楼呢，是一个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物，它73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的屋龄已经高达38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国宾大楼因为过去年久失修了以后，慢慢的丧失往日的光彩。那我们希望说它能够重塑旧日在台南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的风貌。所以这次呢，特别来争取这样子一个补助跟维护整建的一个工程。国宾大楼它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前面就是我们台南市最重要的公车转运站，然后它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台南火车站的正门口，所以可以说它就是在我们台南市的门户，只要从台南火车站一出来，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栋国宾大楼。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维护整建，除了是成为我们自主更新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发挥了我们台南市门户重新改造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益。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12年的一个努力了，也感谢从市政府开始，我们的市长还有各级长官的一个帮忙，我们在经济条件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呢，把这个事情呢来做了一个作为一个完成这个非常非常的感谢。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感谢我们中央的跟我们管委会的努力，我们市政府也希望多尽力多协助因为大家现在火车站前面，我们铁路地下化火车站前面在整顿在整治然后如果将来或现在出了车站，看到一些门面就是说刚离开车站就看哇这个建筑物都是比较老旧或者比较不好，大家会觉得影响到整个对城市的印象这是这个基本上的第一个理由。但是也感谢我们张主委还有我们都发局，还有许多我们在地议员跟里长的关心能够让这个台南市的这个门面这个进出的门面这个部分也都终于能够完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这个火车站的门面之外，我们还有高铁站的门面、机场的门面，这些部分我们也都一个一个要去把这个整顿得更好。那这边的周边的环境，除了我们这栋大楼之外，周边的环境的整理我们也希望说都发局也好，我们在地也好，我们会多努力来把周边的环境整顿得更好。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一次的临时会上午进行各委员会议案审查，其中伫个财经委员会由议员区兆成提案，因为石尾天然气发电厂将要伫个安南区甲安定区的交界要来起电厂，日前嘛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弹。并且成立自救会来抗争。虽然进前市府就表示，只要民众有顾虑，市府的审查就未来通过。现在该案将进入环境影响评估，对此议员嘛提案，建请市府莫同意该案的开发。一人反对是10个反对，恁就要停是100个反对是1万个反对爱讲清楚恁袂使讲90度远几个搁带我几个人去答应恁就通过这站不管环评有过无过就对啦，市政府就是一定爱动啦。选在那一个点，本来就是非常的不适当，因为还没环评的时候，大家就这么大的一个反对的声音。你今麦个讲当伊环评过，你才来看电视，有什么反应的声音，你才要来改辅导。那他环评都通过了我们地方一定有这个大使敢去挡中央的案子吗？民就是社社会，所以咱下地方无沟通好势，我最先咱是袂甲审查。这部分甲议员做保证。我觉得这个案子照案通过，让你更有依据嘛。你会去跟这家公司讲说，我们议会就反对你们在这个地方设这个天然气的那个发电厂，你更有民意依据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你跟我讲，我们台南市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不一定要设底下嘛。我们今天不是反对你设，是不希望你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建议那个主席是不是裁定，就是我们也尊重我们在地的议员还有提案人，我觉得应该要照案通过，让你更有依据去跟那个业者做一个谈判。面对欠电的危机，游安表示，不是反对电厂，而是地点的选择问题。因为该位置周边5公里内都有12万的人口，邻近地区还有病院、5间中小学、加历史博物馆、阿泰棒球村等重大的建设。加上未来还有社会主体等，属于人口密集的城中区，因此建请市府莫同意电厂的开发案。最后委员会嘛决议该提案照案通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开工大家平安顺利。在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一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台南市鬼仔山正式动土改建。我们经过花了总共这个工程经费2449万将近2500万的经费来把它打理得好一点。那不但有这个无障碍步道，而可以让很多市民朋友们可以上这个整理好了以后，可以到了这个制高点，在这个地方来鸟瞰。26公尺，大概是将近9层楼高，那所以可以一览周边的风光，也可以看到整个的水交社公园。水高社为日本时期到战后有空军加速进驻，形成特殊的生活中域，会当讲是这时代的记忆。也毋过随着居民陆续搬出去，多年来无人管理之下，杂草丛生。在文化局的努力之下，将这整理改建，完成水高社园区的最后一块拼图。整个水社文化区从水交社的公园到文化园区建筑的一个整建，到整体的一个软体的置入跟营运，我想桂子山的整修应该是在整个文化园区最后一块拼图。那这一块拼图完成之后，我想整个水交社文化园区就会非常的一个完整。水高社整体也是经过5-6冬才恢复风貌来开放，鬼仔山将以1冬的工期来整理，未来完工了后，将成为台南市的特色地标之一。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中发迹曾经得考将近20冬，上了解科技林的大林建设公司。这次在善化新公路顶的建案，大任之耀规格无同于市场，不仅独立品牌对着创新以及美学工的追求，同时也甲侪位豪宅策划专家合作，打造出360度的景观庭院以及优雅的公设空间大屋。台中的公司，但是一直都在新竹跟竹北发展，但是在4年前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说，台积电来南科的设工厂3奈米、5奈米这个工厂之后，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在竹科的这个那个竹北跟新竹的房地产的这个盛况，我们认为呢，应该呢会延续、会复制到这个南科的周遭的房地产，工法越来越好。然后我们还没新建之前，我们就把整栋的并都建构好了，就是说，在你的建筑结构里面有没有什么互相焊隔的？水电啊，跟结构体啦会不搭嘎或撞在一起的，我们事先检讨。外观怎么弄，格栅怎么那个格栅都很特殊的格栅，甚至有些是进口的格栅，我们都先把它研究好。不只有出色外观，该建案施工工法嘛特别引进静压板桩工法，以及伫每一户装设 VAF 空气净流系统，让大任之耀成为内外兼备的房屋。之前我们在新建的时候用钢板桩都是用敲击的，传统都敲击的，也比较省钱呐，但是呢，现在的话，这个我们觉得说不应该，因为它会有震动，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对居民来讲都是有一个困扰，所以说我们这次就特别采用这静压，这是比较新的工法，日本进口的机具。大林建设起好处嘛，听青年，让台南的首购族会当买到好建材、好设计。好地段有一房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下课真响，学生行出教室，也毋过仔细听听真声，是歌手卢广仲的声音。虽然你那读册声，老师教着到顶行。这是位伫台南市永康区的延航国中，因的校歌是卢广仲编曲演唱，风格简单佮温馨，歌词用伫在地环境特色以及学校环境。延航国中的新社校对于台南的教育史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当初就在设想说要请一个在地的人跟这里有连结。歌词的部分，是由我跟三村国小的子弟大师王维斌老师共同来创作了哈。那当然也综合了闽南语还有国语哦，这两个语言来做词啊吼。普遍学校的真声较传统，而且会引来附近居民反映讲伤吵，因此校长甲主任就讨论将真声换成校歌。这件事情蛮令人不可置信的，因为连我爸都不相信我们学校的校歌是卢广仲写的。其他学校的校歌比较死板一点，我们学校的校歌就还蛮有特色的。我们一开始设定的钟声就是卢广仲的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曲，那也就是希望孩子要上课的时候，要进去课堂，能够将等一下的知识刻在我心里面。那下课的钟声，我们就最近我们校歌刚拿到，我们就换成校歌的副歌的部分。校长也特别感谢卢广仲，会当替因的学校创作校歌。今年延航国中也将送草创好了后的头一届毕业生，希望伫毕业典礼进前，予囡仔一个特别的毕业礼物。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因为庙方计划伫湾子重建庙体。将新村刷到临时行馆安座，却因为电线老旧造成火灾，大火也互上百尊神像受到波及，其中包含侪尊装佛大师的作品，损失严重。112年1月12日发生这个2楼临时行馆的火灾，咱顶馆有80几尊的神像，规个拢因为这场火灾来烧化，来升天。内底有这个定点用大地。是咱即个庙前师傅装束，定点用二大地是即个蔡心老师傅，定点用三大地是即个金峰家金英师，佫有咱幕府大殿千岁嘛是金英师，来咱释迦佛祖神龙大地伟道护法迦南护法是咱即个安平丹正向，即个师傅以上即个金尊，是咱早前即个老师傅所。升职。庙方经过跋杯请示，决定留下8尊神像，并委托神像修复师唐伟丽进行修复。完成后，互信众参拜，但无多阁出招啊！就此为这项事件做记录，并作为警示。经过破损、碳化之后的神像，无论再怎么加固，它脆化的状态还是没办法去避免。尤其这么大尊的神像，我们。加固剂打进去，顶多只能进入到大概1/3的状态。它最里面的主要结构还是木炭的状态。那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就跟庙方讨论，可能我们用比较节省的方式，就是原样保存。原样保存就是保存说它现在是木炭的这个状态，然后让它不要再一直往下掉，然后把我说的就是1/3的部分加固好，让它不会再有。受到一些应力就会裂掉的状态。目前新的神佛坛庙体已经完成，火灾了后留下30多尊的神像，也刷到新的临时行馆安座。对着各界关心，庙方也万分感谢，呼吁大家期待神佛坛神庙落成，再现风华。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正常的鼻腔中会有鼻中隔来分隔左右的鼻腔甲外鼻，但如果鼻中隔弯曲，合并慢性的鼻炎、鼻甲肥厚，都可能严重阻塞气道，造成鼻塞、打呼、睡眠呼吸中止、头痛加流鼻血等症状。贵综合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蔡建生表示，如果是黏膜的因素，就用药物来治疗；但如果是结构性的阻塞，就可能要手术来治疗。其实过敏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去除掉所谓的过敏源。
第二件事情是长期而且规律使用所谓的药物治疗去做症状的改善。可是的确会有一部分的人因为合并了所谓的鼻中隔弯曲啊、下鼻甲肥厚，就算呢他在使用了药物治疗之后，他还是没有相当程度的改善，生活品质还是一样不好，病人一样鼻塞、打呼，甚至晚上就是因为这样子常常需要睡不着，会爬起来这样。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建议让进一步以专业的医师的角度下去看，说是不是单纯是鼻中隔弯曲、下鼻甲肥厚，或是有一些人甚至合并产生了鼻窦炎、鼻息肉一些状况，那再进一步评估需要以怎样的手术下去做处理。目前来讲，鼻中隔手术大概就是以传统的鼻中隔手术为主，那只是说在这些过去比较不容易矫正的一些地方，目前也合并了不同的方式去进一步做矫正。那在鼻甲的手术的部分上，目前的趋势是以尽量保留黏膜为主，来避免掉传统手术所可能造成的空鼻症。那当然包含了鼻部的雷射，包含鼻部的电烧灼，包含了目前其实算比较新的一些这个动力旋转刀的手术，跟这个下鼻甲的气化棒的这些手术。那其实根据每个病人的一些状况不同，会给予不同的治疗建议。鼻中隔弯曲甲慢性鼻炎的手术，对过去传统的下鼻甲切除，到现在的雷射、动力旋转刀、甲两处气化棒的手术，各种的方式对着鼻黏膜的伤害不等，嘛有无同的并发症。因此，医师建议应该依照无同病人的病况，选择无同的手术，才能达到上好的治疗效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拿着捡来的战利品，悠闲坐在路边，喝得津津有味，画面好疗愈。但对于被抢的游客来说，却成了惊魂记。就是我们在吃饼干，他突然就是冲过来，然后把它抢走。我就拿着那个饮料杯嘛，然后就拿这样子，他就从旁边跳，然后一直转，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抱住，然后他就走掉了。寿山动物园自去年12月开园以来，在园区内推行猕猴共存。虽然利益良善，但猕猴抢食的行为也让家长担忧会吓坏家中小孩。他们抢食物的动作就是太快了，就是小朋友毕竟他那么小，突然这样他会吓到。从捡来的便当中拿出一大块的鸡蛋豆腐，吃之前还不忘先闻闻味道。开园后的动物园成了猕猴们的另类零食区，就怕自己也会成为他们的行抢目标，游客们不得不想好各种对策。会特别注意说不要可能在推车放东西啊之类的，避免他过来抢。对，最好不要放书就好了。我就是会把他可能就是看到包包什么就把他抱起来，对，抱起来他就会跑掉了。猕猴随便一个动作都会引来游客的阵阵惊呼。虽然部分民众抱有疑虑，但布满猕猴的园区显然已经成为了动物园的一大亮点。就是相较于其他动物园比起来，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可以就是接触到动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可以跟那个猴子一起互动，还不错。猕猴它不会主动攻击人，也不会冲向你，除非是因为你手上有拿着塑胶袋啊，那或者是食物或者是饮料杯，那猕猴它会误认为那个是要给它的食物。那所以这边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来参观动物园的时候，把食物缩妥在背包里。走在寿山动物园内，随处都可以看到猕猴的身影，可爱模样让路过的游客都忍不住蹲下来观赏。不过提醒民众进动物园之前，还是别把食物拿在手上，以免开心出游却与猕猴来个亲密接触，反而被吓了一大跳。记者黄冠维、苏玉文高雄报道。不管是花生、红豆、芝麻，还是起司、水果、巧克力，通通都可以拿来当成麻糬的内馅。你最喜欢的就是紫米、红豆、绿豆，红豆跟芋头 ，QQ 啊 ，QQ 的啊，就 QQ 的很好吃啊，所以才会常来买。这一家手工麻糬店在高雄相当知名，也有不少家的分店。老板董建新从念高中的时候就跟着婶婶学做麻糬，后来离开花莲跑来高雄创业，这一做就是10多年。我本来去屏东的垦丁大街要去找店面了，那绕，那时候景气好嘛哈，垦丁大街几乎都没有什么空的店面。那后来就朋友载着回来高雄住朋友家，朋友载着我到高雄市各个商店去绕，发现高雄市区蛮多那种骑楼都也在卖麻糬，
那朋友讲说，你看高雄人那么喜欢吃麻糬，你要不要来在高雄开好了？我说好啊，那上去看一下。几十年功力做出来的麻糬不但弹牙，而且相当美味。一口咬下就能发现，老板在食材用料上也绝对不马虎。不但选择营养丰富的紫米来制作，就连内馅也都是自己熬煮把关，希望让客人吃得满意之外，也能照顾到健康。那我们用手工才有办法跟人家做区隔，而且我们也强调是我们的手工麻薯是新鲜天然。不加添加物的，而且我们也更加不一样，我们用那个紫糯米麻糬，紫糯米麻糬它有紫糯米有很多蛋白质青花素跟那个铁很多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比较好，所以比较养生一点。想要有特色就是，特别是年轻人可能我包那个重乳酪口味的创新，把水果像这个季节包那个樱桃的，把樱桃包在里面是整个去籽的。那到了冬天我们就包草莓。传统米食加上创新的内馅，让这个手工麻糬大受欢迎。再加上季节限定版的口味，真的十分诱人。如果你也正在苦恼下午茶要吃什么，不妨来一颗手工麻糬吧。记者肖逸轩、王一群高雄报道。走进盐埕区的小巷弄里，很难不被眼前这块招牌吸引目光。究竟这个最强称号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花莲最强又会到高雄展店呢？这个称号原来是我们的客人吃了我们蛋黄酥以后，他可能觉得那个很惊讶吧，他就自己在网络上写了一篇实记，然后那个实记就里面的内容的蛋黄酥名字，他就把它封为花莲地表最强蛋黄酥，因为他是在花莲吃到的。对，但我们也有一个小小部分，我们也希望成为宇宙最强蛋黄酥。我小的时候很常来这边吃东西，然后我妈妈本身也是读雄女，然后还有见证过这边盐埕就是很风光的时候。然后不要看大家现在盐埕就是比较安静，然后比较大家好不会来走动。后面我发现啊，它在一些年轻人的经营下面，它有慢慢的苏醒。对，然后我很喜欢看这种老的地方，然后慢慢活化，所以我就想说，那时候就找店面的时候就找这边，就很想要参与这部分。这是蛋黄酥。店内除了招牌的蛋黄酥，也有西式甜点可供选择。这些上面有美丽几花装饰的塔类点心，从塔皮到装甜的内馅，都是店家自己烘烤或调制，不拿半成品来使用。蛋黄酥更是因为自己爱吃，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很讲究。我本人超爱吃，所以我在做这蛋黄酥的时候，我就心想，那我接下来我要做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蛋黄酥，它一皮一定要酥脆，我想要强调它是酥的部分。首先我们用的奶油跟人家不太一样，一般都是就普通传统的猪油啊、无醇奶油，我们家是用那种做法式酥皮的那种奶油，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层次会是比较酥脆型的。对，然后那个豆沙馅它比较低糖低油，所以也不会像外面这么的滑顺，所以一次吃个2颗。我们客人大部分一次吃2颗，都没什么负担，对，甚至还可以往第3颗迈进。我们家的甜点啊，从塔皮开始，我们塔皮都是自制的，不是拿那种半成品拿来烤。然后尤其是莱梦塔比较特别，我们那个莱梦塔的，就是雷梦嘛，它的柠檬是用香水柠檬，它是花莲农夫自己种的，然后它的味道跟香气都比较特别，我们觉得它酸度够，然后香气也够，所以我们就拿来做，然后在市上是比较少见。然后我们真的不想放弃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想要跟就是在地就是有更多连接。光听切下蛋黄酥的声音，就能想象它有多酥脆。以外，我们也请现场来自台中的游客分享吃完蛋黄酥的心得。而甜点师 YY 也说，希望透过自家甜点改变某些人的既定印象，并在顾客心中留下深刻的味觉记忆。我觉得它是光从一开始切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不一样，光声音就会听到那种咔吱咔吱的那种声音。红豆馅没有很甜，然后蛋黄跟蛋黄配在一起，就是感觉蛮刚好的，就不会让人家没有负担。所以我们订了7条，然后再加1盒礼盒，对，就是全部打算全部带回中部，就是回家好好跟家人分享这样。我就希望可以让他们透过我们的甜点，它可以对一些食物改观，甚至是柠檬塔，像有些柠檬塔的柠檬真的不酸，或是有些奇怪的蛋腥味，但我们这些都没有，他就吃了就会改变他以前对他的幻影响，然后进而接受或是愿意去尝试类似的东西。对，记者肖逸轩、蔡怡文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